尽管中国政府将东突厥斯坦的同化政策仍在继续，根据报道，在教育界，维吾尔教师当中正在开展新的汉语和文学教学项目。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，中国政府在传播汉语的政策范围内拨款超过900万美元。中国政府自2000年以来一直在实施双语政策，2017年以来一直在密集实施中文政策。在中国外长王毅邀请土耳其外长访问东突厥斯坦后，维吾尔侨民的反应非常激烈。关于这次会面，土耳其外交部长在社交媒体账户上说，双方就双边关系、地区和全球发展进行了讨论，表达了对维吾尔人的关注，希望就土耳其代表团访疆事宜同中方保持沟通。东突厥斯坦消息中心主席卡拉卡什先生就此发表了声明称，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持续多年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仍在继续，而王毅邀请土耳其代表访问东突厥斯坦，这很明显是在进行黑色宣传。我们提醒土耳其外交部和记者不要进入中国的游戏当中。牛津经济研究院认为，中国政府实施的中共病毒清零政策降低了经济增长，因此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预期从 4% 下调至 3.2%。分析人员表示，中国经济稳定复苏形势越发暗淡，相关风险开始显现。这将决定何时放弃中共病毒清零政策，同时强调中期最大的风险仍是房地产行业。台湾外长警告说，中国正在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·佩洛西的访问为借口，开始准备入侵台湾，并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。重申台湾政府认为，台湾和中国是两个具有不同管辖权的非从属国家，指出中国的军事活动侵犯了国际法规定的台湾权利，但台湾将保持谨慎。乌俄战争仍在继续，有关最新局势的声明继续来自各方。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，乌克兰武装部队第92机械化旅在哈尔科夫地区的宁什阵地遭到袭击，150名士兵和14辆装甲车辆和汽车被摧毁。第63机械化旅的70名士兵和14辆汽车在赫尔松和米克拉伊夫地区被击中。尽管俄罗斯出售的石油比战前少，但由于油价上涨，获得的外汇越来越多。据专家介绍，这也是俄罗斯货币卢布升值的原因之一。5月份，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比增长 30% 左右，创历史新高。据研究人员称，俄罗斯已超过沙特成为中国最大供应国。3到5月，欧洲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日均减少50万桶。不过，同期俄罗斯从土耳其、中国和印度进口的石油也增长了50万左右。这表明欧洲减少的几乎相同数量的石油销往亚洲国家。